喺大盛心時，我係收到另外一封嘅 email， 咁呢位朋友呢，就叫做 Only One， 用咗一個代號。咁佢就話呢，大概呢個問題呢困擾咗佢半年啦。咁佢就話喺公司裏邊呢，時時都有兩個女同事呢針對住佢，一個30幾歲，一個20幾歲，兩個都係結咗婚嘅女人。咁佢自己應該都係女人嚟嘅。佢話呢，佢哋讓我感覺到自己好唔開心，亦要身邊嘅人好唔開心。佢話有一次呢，佢接到銀行嘅電話，係要印證佢係咪喺處做工，因為佢貸款買屋。佢哋呢就喺背後同埋人前呢講啲好難聽嘅說話，甚至呢有時候會處處有意無意地喺客戶面前貶低佢。佢亦都忍咗落嚟，因為佢覺得佢哋好笨，佢哋咁樣做只要影響到公司。我對工作對客戶有我自己嘅一套，客戶對我嘅工作態度呢幾中意。佢哋嘅要求同埋需求我都辦得到俾佢哋，所以話客戶同埋老闆對我嘅工作表現都好滿意。但係就因為呢兩個女人而令到我就快崩潰。最近一個產假翻嚟，氣氛讓我更加受不了。我應該點做呢？我到底做錯咗啲乜嘢？我亦曾經面對面咁問過佢哋，我到底邊度令到佢哋唔開心？因為我唔想要有誤會，可惜佢哋又唔回答我，不敢同我眼神交流，只係話冇事，就係咁簡單。點解人與人之間有咁多嘅麻煩呢？救一救我啦！呢啲一切呢，就喺我升職之後開始。我同其中一位地位一樣高，就只係唔同部門啫。Only One呢位朋友，我覺得你最大嘅問題唔係因為嗰兩個女人，而係你自己啊！你自己唔能夠去處於一個平靜嘅心態去面對呢兩個人。身邊呢講是講非嘅人實在太多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因為佢哋某一啲嘅動作、小動作或者某一啲嘅說話而覺得好辛苦嘅話，意思即係你好耿耿於懷。佢哋講任何嘅嘢你都睇唔過，譬如話講你嘅壞話啦，或者係指指點點你啦，你就會覺得好掹憎啊，或者好辛苦啊，時時都有啲嘢硬喺心裏邊啊，何必介懷呢？如果你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嘅話，我就覺得呢，最無謂嘅係你自己咯。佢哋已經好無謂噶啦，你更加無謂，因為咧你將啲無謂嘅說話同埋無謂嘅動作擺喺心裏邊，幾無謂咧？你都話到啦，客戶同埋老闆對你嘅工作表現都好滿意，咁咪得咯？佢哋又唔係你老闆，佢哋又唔係你嘅客戶。其實如果佢哋肯同你合作喺公司裏邊，好和諧地工作嘅話，你就應該係最歡迎。但係如果你選擇唔要嘅，選擇會多是非啲嘅，咁你都冇所謂，劃條界線。我不煩你，你不煩我。但係當然，當我講呢句說話嗰陣，你就話係啊，我唔煩佢啊，但係佢哋不斷咁煩我。當你冇任何反應俾佢哋嗰個時候咧，煩你嘅人久而久之就覺得冇癮噶啦，就係因為你有不斷有反應俾佢哋，佢哋覺得咦好玩啊，講兩句面色變晒，整少少小動作佢就猛整晒啦，幾開心咧咁。如果佢本來咧就係想激怒你，令到你好唔開心嘅話，你中晒招咯。我覺得你嘅重點應該擺翻客戶、你嘅上司、你嘅老闆，只要佢哋欣賞你嘅話，咁同時你喺間公司有得表現同埋能夠發揮到嘅話咧，其他嘅閒言閒語、閒雜人等可以完全唔使理會嘅。你越理會佢哋咧，你自己係越心煩。但係呢一樣嘢，我都要提醒你，係你自己唔夠高深，修行唔夠高深。修行高深嘅人呢，係唔會理會啲事嘅。當你去到某一個層次，去到更高層次嗰時候，喺公司裏邊，你就專注工作，專注打好交道，專注同上司同埋老闆同埋公司揾錢，而令到自己進入去另外一個階段同埋另外一個層次。何必為一啲咁煩、咁瑣碎同埋咁少人或者係八卦嘅事情或者係動作而去煩惱呢？呢個就係你第一樣嘢要修嘅，就係如何修到你不受外來任何嘅言語同埋動作所傷害。希望 Only One 你繼續加油啦，唔好放棄啊，亦都唔好因為你咁嘅事情而令到自己好煩，緊守崗位就得噶啦。